这是什么？哦，菜饼。大人，这里没有纸条。这里怎么可？出去，走。我没带小抄。这是什么？胆子这么大呀，是不想考的呀？回大人，学生不知，学生当真不知此事。我作证，杨雄才学非凡，绝不会有此等卑劣之行。叫什么名字？哪里学子？学生杨万里，泉州人士。杨万里，正是。小范大人，这不是你的门生吗？范闲跟他们见过面，看来这4个就是小范大人看好的了。甭被几个人给入手。4个都下手，那就过犹不及了。挑一个。杨万里，小范大人的学生不是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觉着吧，春闱应该干净，是得干净。那就按规矩办。那就好。撤销泉州学子杨万里春闱资格，赶出考院，礼部记当，永不录用。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。国上书恕罪。恕什么罪？回上书，这东西是我方才偷偷塞进去的。这东西是你塞进去的？正是。为什么呀？在下从小读不进书，没前程可言，心里不平，就想坑个学生玩玩。什么叫玩玩？你想坑人？小人心眼坏。那怎么又站出来了？我看那个学生有些可怜，突然良心发现了。这不是纯胡扯吗？回上书，句句属实。此话谁能信？上书，别生气啊！一把年纪了，再气坏身子。小人好惭愧。你先闭嘴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杨雄绝不是这种人。郭尚书，礼部的规矩我确实不懂，能不能多问一句？请讲。您刚才说要把这考生逐出考场，礼部记档。正是如此。那这罚的可够重的。请问他犯什么错了？夹带小抄，人品低劣。哪有小抄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众目睽睽，那是我干的。闭嘴！好嘞。您说这个呀，这要定罪的话，这就算罪证。要不，咱把罪证打开看看？当然得看，必须得看。我也想看看，这都写的是些什么？肉饼2钱1个，面饼1钱2个。哎呀，这饼价也是圣贤定的。哟，这卖的还挺全乎，还有卤菜。既然是饼价，为何藏于篮中？这篮子里装的什么呀？这篮子里装的才……啊，那有没有可能是店家不小心掉进去的？又或者是我记错了？这肉饼2钱1个，确实是上古奇书圣贤所言。要不郭尚书再查查？哎，
3日用餐不可油腻啊，你得吃面饼。学生受教了啊，快进去，进去。上！你又是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我睡糊涂了。胡闹！春闱祭茶何等大事，罚你1个月俸银。小人认罚。郭尚书觉得呢？小范大人，这边的事儿您多费心，我还得去考卷那边看看，累呀，闲不下来，闲不下来。郭尚书辛苦，郭尚书好走。谁教你的？回大人，小人是林相麾下。林相的意思，春闱若有麻烦，小人替大人接了。你自己的命不要了，用兵一时。回去转告师伯，回沪的心意我领了，春闱的事儿我自己接着。大人，邓子岳一路上暗中护着几位学子，只有杨万里被塞了职。谁干的？谢必安。那就没错了。郭征是老二的人。我这不是被挤进去了吗？给我进来！这郭征手段可是够恶毒的。这才刚开始，还有3天，咱们好好陪郭大人玩玩。考院考的不仅是你们的才学，也考你们的人品。我祝各位前程似锦，也劝你们好自为之。时辰到。
哎，程家林呢？在东二。停一下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大人，该发蜡烛。小范大人如今声名玉隆，权势滔天，对你弄点小麻烦，影响不大。想要你身败名裂，必须是大麻烦，而这第一件事就是火。考院内由礼部向各号房分发蜡烛，以职责而论，这件事必定由你经手。众考生挤在一起，若蜡烛动了手脚，什么后果？火灾。若几间号房同时起火，搞不好就是一场惨剧。想要毁了你的前途，就得要这么大手笔。我有本，先别发了。别发了。考院巡查防火一事是重中之重，而郭征在这册子里却轻描淡写，一笔带过。我猜，这就是他给大人设的陷阱。这边也都有火油。哎，大人，这即使掺了火油的蜡烛，那点着了也不过就是冒几个火星子啊，燃几个小火苗，它也不至于引起什么大火呀。不对，那要是考生在休息没盯着火烛呢？哦，那倒是。你想想，这考生们用火烛是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因为考场内昏暗，把这火烛凑近考卷，照亮考卷之用。对喽，所以这火不用大，把卷子烧了，不就事儿大了吗？哎呀，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！听见没有？这批火烛不能用。大人，可是现在去哪儿搞这么多火烛啊？3日内，所用火烛皆由监察院提供。还有啊，把这个麻烦转交给尚书大人。辛苦了啊！入库账册什么意思？监察院的人说，我监察院为考生们提供火烛，此乃大善之事。但是呢，咱们在商不是在官要严官啊。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要守规矩。这春闱本是你礼部的差事啊，那这火烛之钱也应该由你礼部来承担。当然了，既然是大善之事嘛，这火烛之价钱呢，可以给你减上1成。什么叫在官严官？哪有这种词儿啊？再说这火烛，这监察院要插手了，咱们不是准备了吗？小范大人也有传话。郭尚书，这几日啊，范某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您猜怎么着？火光之灾不吉利啊！我就想着把这些蜡烛全换了，用我监察院的，到时候再出什么问题，都算到范某头上。当然了，您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咱就把这礼部的蜡烛检查一遍，但凡没事儿，咱就用回去。您说好不好呀？这掐指一算是有点胡闹了。再说了，
人家都说血光之灾，哪有火光之灾这一说呀？大人，要不咱们就按照小范大人说的，自家蜡烛再查一遍。小范大人也是忧心国事，本质是好的。那监察院的蜡烛用用也行，那还得再付一笔银钱呢。照付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说好少一成吗？这怎么比原价还贵了？还有运费呢。也不能耽误了考院学子不是？就照着办吧。来啊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小心用火。收啊。好嘞，注意安全，这是你的。谢谢，多谢。小心使用，谢谢。小心火烛啊！来，拿好了，好，小心用火啊！来，注意安全。谢谢。除火之外，还有个水。考院内的清水是为考生而备，既是饮用，也为防火。若是这水有问题，那全部的考生都逃不掉。大人，这水里有毒？那不至于，那就好。水放了很久，已经腐坏，绝对撑不过3天。按大人的吩咐，医处的水缸已经抬过来了，全换了。脚步倾斜啊！这次就别收运费了，都听大人的。大人，这火烛的事儿，咱不给他弄大了吗？几只火烛被动了手脚，算不得什么大事。这种麻烦要等大火起了才算致命。那大火要是真烧起来，那就全完了。可不是吗？那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啊，这些学子们的性命吗？你觉得呢？真奇了怪了，他们平时还有脸说什么父母官、父母官？我本来觉得自己心够狠了，没想到他们才是高山仰止。哼，这种高山呀，垮了才好。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疏漏？水火咱都排除了，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，这吃喝呀，都是考生们自己带的，他们不可能一一去做手脚。这是干什么去的？这是出大宫去茅房的。不是隔间里边都摆了马桶吗？以前是都用马桶，可是毕竟这考成为3日，气味难闻，影响这些考生的发挥，后来就都改成去茅房了。这就是避不开的地方。重挖茅房？是啊，又是小范大人的主意。大人，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就说人手不够，来不及。他从监察院医处调的人，根本没找咱们。考院重地，不得擅入。大人，监察院监理天下，按规矩，他们连考生都能当面带走。那你还跟我说什么？他请大人调礼部库房的，
木料和砖石。那是金丝楠，是金砖，建什么茅厕？他说是夸张了点儿，但是什么？但春闱由礼部操办，人他可以出，材料得由礼部出，这样才叫不违律法，不犯规矩。啊，去一下！规矩是，得按规矩办。大人，老邓他们新修的茅房修好了，绝对不会影响氛围。大家辛苦了。这想起来就后怕呀！啊，你说他们多阴损呐！啊，在这茅房里边加火油，这天黑下来，啊，学子们拿着他们给这蜡烛，但凡一个不小心，那就是一场大火呀！老王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就那种地方，不光着火，它还能炸。你说这地方它要是炸了，那不得在史书上啊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：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，由范闲范大人主持的春闱啊，众学子葬身于。这多丢人呐！这个。还有3天，无论如何，我会护住他们安全。他们的命，父母官不在乎，我在乎。父母官不想保，我来保。哎呀，可惜您为他们做了这么多，他们却全然不知啊。好人好事不留名，还请叫我红领巾。不，大人，您刚才说什么巾？红领巾。蜡烛和饮水都换了，连茅厕都现搭了一个。郭尚书还收买了几位考生，3日内找法子再构陷范闲就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水火不起，终无大事。范闲这圣恩啊，没有几10条人命，压不下来。好歹也敲打敲打。既然敲不死，何必枉费心机？让郭征收手吧。可惜了这上好的机会。这事儿啊，有蹊跷。郭征的手段换我，搞不好也要被坑了。范闲奸诈？不是，这些细碎小事，也只有礼部打磨多年的老人才能够瞧得清楚，要不然谁会查看蜡烛饮水呢？礼部有人帮他。会是谁呢？
这小范大人做事啊，确实细致，监察院都来帮手。哎呀，这3天是滴水不漏，毫无意外，可喜可贺呀！我也早就看好小范大人。郭尚书慧眼识珠啊，礼部有了郭尚书，便如大旱遇甘霖，枯木又逢春呐。卷子收上来了，哎，一切顺利。接下来就是无名誊录，绝不出意外，尚书大可放心。小范大人，好，这几天您可是辛苦了，不如先回府上休息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得监督这个胡明抄录，陛下给的差事可不能懈怠。哦，能者多劳。所以这就是胡明。对，人民胡住，方可秉公执断。那边就是抄录，所有的卷子我们都会统一抄一份，毕竟字体这东西啊，也容易泄露身份。细致。抄录完毕，再送去阅卷，仅凭才华取胜。我要是想做手脚的话，该怎么做呀？小范大人说了什么？我是在说呀，我要是想在这胡明抄录上做手脚，该如何行事啊？小范大人，这个玩笑可不敢开啊！我不做这事儿，我就是好奇。那绝无此事。咱不聊现在，以前也没有过呀。不拿我当自己人，真的没有。我怎么听说这胡明的纸条有长有短呢？长短不一，也是标记。那边抄录去对吧？然后抄录这边也能在纸上沾些墨迹，这样阅卷的人见了也就心领神会。绝无此事啊！小范大人，这是在哪里听的？都是传闻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绝没有做这种事儿。毕竟谁也不想死。开个玩笑，各位好好工作，我学习学习。郭征传话，
范闲对礼部手段了如指掌，本来想着让帮一把殿下门客，如今看来不太方便。什么门客？我哪有门客？明白了，只有考生，没有门客。春闱嘛，干净一些，其实不错。谁都别插手，各自看命数。我这就让人转告国丈。师兄、杨兄，怎么起这么早？哈，习惯了，这时辰一到就睡不着了。师兄，都考完了，怎么还看书啊？老兄啊，你看，就这句，当时死都没想起来。好了，考完了，不想了。哎，程嘉林呢？啊，3天考完，精疲力尽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是啊，这3天真是如脱胎换骨一般。是啊，师兄，你有些奇怪啊。侯兄，什么味道？你好香啊！师兄好鼻子啊！又有吃的。当然，侯兄真的是有心。鸡呀，烧鸡哎！你哪儿来的？昨天晚上就备好了，本来想着咱们考完啊庆祝一下，结果你们3个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多谢侯兄这些时日以来的充饥之恩，千机散尽还复来。侯兄，小范大人的诗不是这么用的。好了，赶紧吃吧，快馊了。来，我来分。谁曾想，那晚请我喝酒吃肉的，竟然是小范大人。可不是嘛，这谁能想到？是啊，当时我知道的时候都吓了一跳。说起来，进考院那会儿，他菜饼里被寻到纸条，我当时都吓死了。还是小范大人还我清白。哎，咱们4个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小范大人啊？为何呀？现在街上满是传闻，咱们4个应当是被当做小范大人的麾下门生了。可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不是啊。那莫不如我们顺水推舟？你的意思是登门拜师？小范大人的才学，做我等的做师绰绰有余吧？能拜小范大人为师，好啊！当然。可现在去，不就成了走门路了？是啊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对呀，身要正，影也不能斜。啊，我们可以去拜访小范大人啊，但不是现在。何时啊？就算要去，也要等到发榜以后，尘埃落定，才好相见。哎，就是这道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给嘉林留点。我是程嘉林。走开。哎，也不知道小范大人此时在做什么呢？大人几天几夜没回府了，家里人都惦记了。那不行啊，这阅卷我得盯着，想要干净啊，就得费心。这回全完事儿了吧？几日辛劳，阅卷审完，现在就等放榜了。这一次啊，别的不说，称得上干净公平。同福客栈那4位怎么样啊？石产力落榜了啊？大人没帮着给？公平就好。其他那3位呢？不出意外的话，那3个人应该都在榜上，尤其是杨万里。
文章不错。嘿，大人这眼力啊，那就是超群啊！一共见了4个，这就中了3哈。要早知道啊，王某也应该去考上一考。兴许就着大人这鸿福啊，王某还……你这脚底下能不能有点动静啊？启年兄，这是小范大人的饭呐。啊，那启年兄，这又是？哎呀，这个肉啊，你知道啊，这是我家爸爸最喜欢的啊。哦，明白了，启年兄这是在偷小范大人的肉。这怎么能叫偷呢？你想，小范大人正在休息啊，他不吃这些菜了，这菜啊不能够，对吧？那也不能这样吧？不是，这菜如果没有人吃啊，就会被倒掉，那不就是浪费吗？但是浪费总是不好的吧？倒也是。那我这么做，它有什么不好的吗？启年兄，你这么绕我，这个事情就分不出是非曲直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坐，哎，一块儿吃，别客气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请你啊，尝尝小范大人家的饭啊，来尝尝啊，这个肉呢，啊，给我家姑娘留着，咱们把这个麻烦的啊有刺儿的鱼，咱们把它吃啊，来，那可是启年兄，你让我吃的。哎呀，我让你吃，哎，你尝尝这鱼眼睛啊！你平常看文书看的太多，补一补眼睛。哦，哎，即是，那我就尝尝，怎么样？鲜美。哎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自然是好吃，要不然你看我都长胖了。哎，你再尝尝这个啊，启年兄。小范大人，这还要睡多久啊？你有事啊？是，这不是礼部那边嘛？这个会试的榜单已经下来了，按照规矩放榜之前，得咱们先过一遍。院长看不就完了吗？那院长让我送来给小范大人，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让大人多睡会儿，咱们多吃会儿，不好吗？来。你尝尝这个啊！哎，对，我先尝一口啊！哎，好吃，尝！味道怎么样？非常特别的味道。此为何物啊？酸辣。大人请了。没事，接着吃呗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老王也别装傻，嘴上酸奶都没擦干净啊！大人何为酸奶呀？有事儿啊？哎，这是会试的榜单，院长让我送来的。你们吃你们的。啊，我先找着我那筷子去啊。哎。行了，你接着吃吧。哎，怎么了，大人？杨万里落榜了，这上面没他名字，是不是犯什么忌讳啊？老王，吃完饭陪我去趟礼部。哎，不吃了。
你就别跟这儿绕了。哎，大人，怎么样啊？翻了翻审过的卷子，高中那一批里边有杨万里的，不是胡明了吗？考院里边看过他写的策论，内容我还记得。那是谁抄名字的时候抄漏了？不是，卷子的内容是杨万里的，但名字改了。要个公平，这么难吗？这得查呀，大人，看看是谁顶替了杨万里。不用查了，这名字我认得。认呐？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。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？抄录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足够了。顶替杨万里的名字就在其中之一。太子门生。敢问大人，除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人？就他一个，除他之外，其他名次一切正常。大人，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慎重。二殿下已经与您心生嫌隙，此时如果再与太子交恶的话，此事要好好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这个人说了话就得算。什么话？这届春闱要干净。老邓，你带一处的人把这儿给我围了，没我的手令，谁也不许放榜。领命。王启年在呢。去东宫。殿下，范大人不请自来了。为何不早禀报？快！您要的知医今天也好了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谁安排的呀？您安排的。小范大人这么匆忙的来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来，里边请。原来范兄是为此事而来。这是特意让你瞧瞧，喜欢哪身啊？我又不懂这些，这是哪个铺子的手艺啊？我做的。殿下啊，随便画的，寻制衣的来做。设计师啊？什么师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怎么都蒙着面啊？面相看不得，气质都对不上。懂了。殿下这些衣裳是为谁量身定制啊？不为谁，瞎胡闹。水平很高，不算胡闹。我就欣赏你这一点。这要是换个人，就要劝我专心国事了。人嘛，总要有些闲趣。对了，这春闱榜单冒名顶替之人，的确是我门生。但是我说此事与我无关，你信吗？当然信。要是殿下做的，绝不可能只换一人，也不会专门针对杨万里。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，引你我相争。看得准。范闲把考场围了，全城都惊。然后呢？然后直接去了东宫。难道是太子在榜单上动了手脚？太子可不傻，奇了怪了，陛下都开口了，谁会在这个时候动春闱？除了我二哥，还能有谁呀？不像是他的手段，太直白了些。是谁可以慢慢查，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收尾啊！
好歹是我门上，不如将错就错。这样，姚万里那边呢，我保他1年之内入仕途，怎么样？假如将来有一日有人将此事移交圣驾之上，参殿下一个春闱舞弊，结果会如何？岂能授人以柄？还是你看的远？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忍了。岂止不能忍，还得闹大点。怎么闹？闹到监察院吗？这是春闱考院，是礼部直属之地。你等拦在此处，若误了明日放榜，谁来领罪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愿担此责。哼，监察院什么时候把礼教法度踩在脚下了？刀剑无情，还望尚书大人自重。我倒想看看你这刀剑怎么无情。诸位同僚，我一处经年守礼，了然人情世故，可是监察院有必要了然人情世故吗？咱们手上这把刀可不是摆设。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收场。诸位同僚，小范大人为众生封考院，此等风范天下少有。他说的都是真话。邓某此前终日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，可以说是耳聋眼瞎。但小范大人来了之后，一处不一样。我相信一处一定能像从前一样，行使监察百官、震慑监宁的职责。故此，邓某此生决计追随小范大人，还请诸位同僚此后行事对得起身上这身官袍，对得起大庆。对大庆。入宫见驾，小范大人和太子殿下。正是如此。为了什么？听闻是为了春闱舞弊。本届春闱。小范大人都已经把考场给围了。这种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街巷满是传闻，小范大人要为天下学子求一份公道。不愧是小范大人。哎，不过你怎么老能听到这街巷传闻？我怎么就没听到？街巷传闻，谁传出来的？街巷传闻嘛，那谁知道啊？春闱舞弊何等大事，这么快街巷便有传闻，这事儿不合理啊！也许是小范大人自己做的，借民心为弊助，有道理。若不是监察院，消息哪会传这么快？这样一来，那就只能勇往直前，再无退路。我怎么觉得这一步一步是什么在把他往前推啊？谁推他？为了什么？扑朔迷离，瞧不清。侯公公呢？回大人，陛下那边走不开。贵姓？可不敢言贵。小人红烛。年纪轻轻就能替侯公公当差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多亏了检书司戴公公美言。检书司？就是给大人行贿3000两的戴公公。戴公公犯下大错，宫里最后问他谁适合接掌检书司，他就说了我的名字。等等，你们2位什么关系啊？回殿下，非亲非故，就是替戴公公捡了次鞋。那这么说起来，你应该怪我。该谢大人。谢什么？若不是戴公公倒了，我哪有接掌检书司的机会？若不是接手检书司，哪有被侯公公赏识的可能？说到头，都该谢范大人。有没有人跟你讲过，宫里说话不该这么直白？
大人才华经世，如今又为天下学子毅然入宫，小人感佩至极，心绪难平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为了天下学子而来？大人所言所行，传闻已广，满城皆知，叫人钦佩。是你故意放出消息砸收拾的，手段高啊！没事了，带路吧。启禀陛下，太子求见，范闲求见。儿臣见过陛下，见过陈院长。陛下和陈院长要是有要事商议的话，臣可以先告退。没有商议，送东西。陛下，范闲有大事要向陛下禀报。他有大事，你干嘛来了？此大事跟儿臣略有关联。那你就说呗。是，这春闱榜单被人动了手脚，本该上榜的学子换成了儿臣的门生。春闱舞弊事关重大，这分明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儿臣。儿臣委屈啊，所以儿臣以为此事应该严查。你觉得呢？陛下，臣觉得此事荒唐啊。范闲，春闱稽查是你领的差吗？是我的差事。那你就应该把这个差事办完。考院一处已经查封了，榜单也会修正回来。只是到底是谁动的手脚？该查下去吗？你们觉得呢？春闱科举是国之命脉，臣觉得该查。那就查呗。谁来查？年轻人，你们应该多做些事情。该查多深，敢查多狠。这些都是5年来举证春闱舞弊的折子，到现在没有结果。为什么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没人敢查呀。因为查出的结果牵扯多少人啊？到底该查多深？该查多狠？该查多严？不敢呐，到现在也没人敢查。臣胆大妄为。你查？你要知道查出的结果，你受得了吗？臣自己接着。看好，有这许多折子，整顿吏治，义不容辞。查。
的案子是该查，往年的案子你查他做甚了？赤胆忠心呢？啊？不查不行啊，殿下。这台阶也起了，名声也立了，没退路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陛下和陈院长想让你查？谁说不是呢？不差事，得罪人。我得罪的人还少了。哎，你不容易啊。母后召见我，你先行一步吧。好。方才多谢洪公公提醒。借一步说话，请。有话说。你这是哪出啊？小人原本姓陈，是颍州人士，被贪官迫害，夺我家产，全族灭门。小人侥幸逃得性命，无处可去，才入了宫。哪个贪官？就是如今的颍州知州。颍州知州。恩公惩贪除恶，如今这贼人依然抄家入狱，被判了斩立决。若不是恩公出手主持正道，小人的血海深仇，绝无得报。这陈院长查的名册，督察院办的案子，怎么写到我头上了？小人虽然愚钝，但也明白是恩公在推行此事。我不信。你这身份，如今宫内几人知晓？入宫之时，登记在册，我是胶州人士。在这宫里，我只姓洪啊。本族往事无人知晓。洪字怎么来的？入宫时遇到一位姓洪的老太监，对我有所看顾，我便也姓了洪。往后不要叫我恩公。明白，大人。你明白什么？